要唱戏的？你要唱？还有没有了？还有没有了？就你唱是吧？我唱。这个阿姨，你这个口音是绍兴的嘛？哎，是绍兴。你绍兴哪头啊？我们老乡呀。俺养心教。养心教，口教对不对？口教对。哦哟，我说。碰到去啊！哇，好，碰到老乡了啊！老乡，你唱一段什么？我家有个小舅妹。我家有个小舅妹是吧？哦，好哥，你站在我旁边，来，哎，哥哥懂了，这个拿在这里好了啊，就这样好了。那我们唱一段啊。好，没办法。过，别。我家有个小舅妹，聪明伶俐神钦佩，妙容随风成能手，经济丝袜件件为。我吃饭行真救命事，舅妹一心相同来，我以为男儿姑须尽思同，女儿读书也应该，只怪我弟弟太固执，终于留下个小舅妹。谢谢啊！老乡，你唱的不错的，谢谢。哎，老乡，你那个从什么时候喜欢这个粤剧的？从小就喜欢。我们这个粤剧本来就是绍兴的嘛，啊，我们绍兴的粤剧故乡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从小喜欢的，我也从小喜欢的了。广播里听听的，啊，广播里听听的，广播里听听。哎，唱的